我术后，阮根治牧师副会服侍，阮真情传道服侍，阮的长老、执事、团契干部会长服侍，拢有主你圣神的保守看顾。阮新的八区的区长、小组长，由阮恳求主你的圣神保守，经过阮的手所做工。亲爱主，阮也为着汤教会，而且阮感谢你。 想使阮有一个遮水的大楼来敬拜你，主感谢你检采，这是伫阮侪年前兄弟大家义上甲目标，主啊，这个教会因为兄弟姊妹聚会人数愈来愈多，所以需要一间新的教会来建堂，所以阮感谢你，想使这间会使坐500人以上的聚会的教会。 恳求你的圣神继续保守带领阮，互阮会使得到圣神的帮助，会使恢复阮的理想，互阮会使清楚这个教会的复兴需要主你的圣神的保守来带领阮，互阮会使达到这个理想，就是超过500人以上的聚会的目标。祝阮也知阮有时阮的计划。 是，阮的行道拢用阮家己的心思意念，阮也恳求你赦免，恳求圣神帮助阮，每一人谦卑伫主你的面前，顺服伫主你的带领。主阮恳求你的圣神啊，保守、医治、安慰，遮有肉体病痛的兄弟，阮来献上代祷。主你是了大老大，你是伊的神。 这病痛还这阮搁一遍献上恳求亲爱主来施阮怜悯，亲爱主，阮也恳求你的圣神保守着阮今日早的聚会，所有正道，主你的圣神大大充满管啊，互阮讲听的病病拢得到利益，恳求你的圣神保守阮会在敬拜，阮安尼祈祷感谢，是奉耶稣基督圣主名来祈求，阿门。 请咱来看圣经记载伫马太福音第25章第14节到30节。圣经马太福音25章14节到30节。因为亲像一人要去外国，就调伊家己的路谱，将所有的交代因，一个互伊5000，一个互伊2000，一个互伊1000，各照因的材料就去外国，领5000个随时去做生意，搁趁5000；领2000个也是安尼，搁趁2000。独迄个领1000个。 就不对来看嘛，伊主人的魂，过久，这个奴仆的主人到，甲因算数，领5000来，搁带5000，讲主啊，伊交代我5000，你看我有搁趁5000，伊的主人甲伊讲，好，搁真中的奴仆，你伫少已经真中。 我要设立你来管做个，参入你的主人的快乐。领2000个也来讲，主啊，你交代我2000，你看我有搁趁2000。伊的主人甲伊讲，好啊，搁真中的路谱，你少个已经真中，我要设立你来管做个，参入你的主人的快乐。领1000个也来。 讲主啊，我知你是严合的人，袂野的所在就要收割，袂分散的所在就要捡做堆，所以我惊将你的1000文去带伫地里，但你的原面行礼，伊的主人就应伊讲，歹搁变大的奴仆啊！你既然知我无野的所在就要收割，袂分散的所在。 就要捡做堆，就将我的魂下伫钱店。我来的时，通得到我的本银甲利息，所以就对伊摕迄1000来，
互迄个有10,000个，因为既若有诶，要互伊有剩，无诶，连伊所有诶也要摕伊迄个无利益诶萝卜，赶伫伊外面黑暗诶所在，伫遐要有气头加个切去。阮上帝祝福听伊话去行诶人，即是献诗圣歌对天的万邦有伊的日期。
各位姊妹大家平安。是分享大声，咱搁一摆做伙来感谢。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有当互阮通过礼拜，用阮的诗歌来学了你，将你一切的水，直接用诗歌来荣耀你。主上帝也感谢你，将你的话授予互阮，就是通过圣经以及信心的运行。 阮对圣经内底来得到你生命的话语，总是主，恳求你是等下分享甲探讨的过程中间，你的信心悠然运行伫阮每一个人的心内，授予互阮无共款的感动甲亮光，成过阮个人生命的帮助。阮将以下时间全然交托伫你的手中，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 倒过2个礼拜，咱就要进入即个大港节，然后随时就要进入即个圣诞节。即个主日，咱定做是感恩节，总是上时，也是信心降临节期的第2个主日，最后的第2个主日。后礼拜就是信心降临节期最后一个主日，或者基督君王主日。了后，咱就要正式进入即个大港节。 一过去，这25周、25个礼拜的信心降临节期，经文拢一直咧甲咱提醒一件代志，就是咱来通过这个节期，将咱的信仰来甲实践出来。所以节期提供互咱的这个经文，拢爱咱去实践咱的信仰。总是经文内底，将来都无甲咱讲侍奉的技巧。 啊是具体甲咱讲，咱要去做啥物？即个经文所提供，咱爱信仰实践的，其实伊拢是甲咱讲侍奉的原则、侍奉的态度，啊是讲侍奉的即个正确的即个目的。其实当咱面对大港安尼一个信仰课题的时阵， 往往咱一听到大港节，咱心内想到的是啥？一定是马上想到圣诞节要到，所以咱伫大港节内底心情是安那？庆贺欢喜嘛，开始要准备要布置，开始要准备可能圣诞大餐，准备要买礼物，准备布置遮个物件。无毋对，咱是爱有即个大港的心情，无毋对。 总是这是伫庆祝2000当前，耶稣基督为着咱诞生的迄种欢喜的心情。总是面对大甲安尼的一个信仰课题时阵，咱其实爱有2种心情。头前欢喜、感谢、庆祝，迄是一种心情；总是另外一种心情甲态度，是咧讲主耶稣伊第2届搁来时，伊要带来审判。 总是咱讲准备好啊！所以，当咱每一届面对着即个大港节，也是讲大港安尼信仰课题的时阵，咱得有2种心情甲态度。第一种就是感谢主耶稣，2000当前用婴仔的形象来到世间，带互人毋茫。总是第2种的心情甲态度，是爱问咱家己，反省家己。 咱刚准备好，要来面对耶稣基督，伊用君王的形象来到世间，来行即个审判。今仔日咱所读、所领受的经文，就是带来第2种大港的心情甲态度，就是互咱来反省讲，咱到底准备好要来迎接基督第2届的降临啊无？当耶稣 讲即个比喻，互伊的学生听的时，伊已经结束伊伫圣殿内底甲宗教领袖的即个辩论。耶稣已经清楚，倒来伊要面对的，就是苦难，就是十字架。总是伊甲学生讲即个比喻，是要互伊学生知影一件代志：十字架毋是你应该爱惊的，任何的苦难，你嘛毋免惊伊。你应该爱惊的是。
我第二届过来的时阵，要对恁的审判。耶稣有讲过的比喻来表达讲，人要安怎来避犯家己，来迎接基督的再临。这5个比喻有无共款的重点，因拢有无共款的重点。咱手头若是有圣经，咱会当摕起来做伙来看。咱往往拢会忽略其中一个比喻，因为这个比喻有2节，咱常常来忽略，就是马太福音的24章43节到44节。其实这是第一个比喻，伊有2节。伊讲的是啥物？伊讲的是主人甲贼仔的比喻。第二个比喻，其实咱圣经的标题拢写诚清楚。第二个比喻写是啥物？国语是写啥？我的版本是可靠和不可靠的仆人，恁写是啥物货？善仆与恶仆。好，这是第2个比喻。第3个比喻是啥物货？10个啥物货？在深入10个童女或者10个少女，咱版本无共款。第4个比喻是啥物？就是今仔日咱所领受的这个比喻嘛。但是我的版本是写3个萝卜的比喻，恁的版本和合本是写照摘掉，打击人的这个比喻。第5个比喻咧，最后的审判，其实是用山羊甲绵羊来比喻。这5个比喻不只是提醒学生爱做好准备，详细这5个比喻拢伫强调个人的责任。个人责任。对犹太人来讲，因的祖先及因的信仰、宗教经验内底，通常拢是团体责任。啥讲团体责任？咱若是看旧约，一个国王伊做了毋对的决定，也是伊做一件代志得罪上帝。比如讲，伊拜偶像，那安尼上帝就要兴起外邦来修理这个国王。总是我要讲的是，当咱看旧约，外邦的帝国即攻打以色列，还是讲犹太国的时阵，伊是敢有拍国王一个人尔吗？还是全国做伙拍？全国做伙拍嘛？一个国王做毋对的决定，全国做伙拍。还是讲少数人犯着律法得罪上帝？结果上帝兴起外邦要修理犹太人，是敢有修理迄少数人尔吗？敢毋是全国也做伙修理着嘛？所以对犹太人来讲，是安那因则强调律法的性格一定爱分别做成，因就是无爱有一个人还是少数人去得罪上帝，致到全国整个的族群做伙受处罚。总是耶稣讲的这5个比喻。无搁安尼，到迄个时阵，审判日的时，个人的行为个人担，无搁有因为别人做歹，你来陪伊做伙受苦。某一个程度来讲，咱伫世间拄着的代志，比如讲咱一公司，还是做兵的时、当兵的时阵，咱拢知影讲有一种连坐法嘛，对无？你一个班兵一个人做毋对。结果是敢有伊做服役挺身吗？全班做伙做服役挺身嘛，对无？总是来到迄一天的时阵，无搁安尼审判，个人的行为个人担。耶稣是针对个人去做判决。接说，咱会通过讨论，按照材料来担责任，也是讲3个萝卜安尼的比喻来了解讲。咱应该爱安怎来备办咱的心，来迎接基督的再临。我所直接用3个重点来解说这个比喻。第一个重点就是讲，咱刚知影咱目前咱家己的运数，还是讲咱的财力。咱刚知影咱家己目前的运数甲财力。咱看这个比喻内底。主人要出去旅行，所以把伊的萝卜拢叫来，将伊所有的财产来分互因，交代互因。总是这个主人是平均分配吗？敢有平均分配？
无嘛，来你5000，你2000，你1000，好，按照材料分互因。即3个萝卜摕到主人分配互因的即个金额是数额的时阵，伊拢马上有行动，马上有行动，摕5000的马上出去创啊，做生意，啊，搁趁5000转来嘛。啊，摕到2000的咧，嘛做生意嘛对无？摕到1000的，伊嘛马上有行动啊，伊做啥物代志？马上出去挖一个空仔仔，藏起来，来甲抬起来。是啊，这主人这里无公平。是啊，有人会当摕5000，是啊，有人会当摕2000，啊，是啊，有人会当摕到1000。这主人较无公平。我要讲的是，这主人伊明捌伊的萝卜啦，伊了解伊的萝卜啦，所以才会分配互因无共款数额的遮个财产。共款，我要问的是，咱的主上帝，敢有明捌咱每一个人？敢有了解咱每一个人？咱一生的境遇，咱拄着啥物处境？咱过去经验过啥物货？还是讲咱受到啥物造就？受到啥物装备？还是伫任何的情形下，学习着啥物物件？上帝敢知影？咱所得到、领受到的，上帝拢知嘛对无？我要讲的是，咱人有咱努力的一部分，咱必须爱去努力，去受造就装备。总是最后要收束互咱的是啥？是上帝。所以上帝敢知影咱的运数甲材料是倒位。但是，这问题转来是咱家己的身躯顶啊，啊，咱家己敢知？上帝知嘛？上帝透过环境，透过人，互咱学习领受济济啊。上帝知影伊有互咱啥物物件，啊，咱敢知影上帝互咱敢啥物物件？有当时啊，咱可能无啥知，啊，等哪想哪有哪无的，敢毋是？一只，即个比喻，牧师要直接讲的是，这个比喻真正毋是个即人讲咱的材料。嘛毋是你问讲你有啥物专长，你有啥物本事，你会晓做啥物？这比如真正毋是你讲这。牧师换另外一个角度来问，咱伫即个基督信仰内底，咱为着福音，咱伫教会，咱伫咱的家庭，咱伫咱做工课的场所内底，咱为着福音付出偌济？一教会，一家庭，是咱做工课的所在，咱为福音付出偌济。当我讲付出的时阵，咱的脑海中想的一定是想讲具体去做啥物对无？牧师要讲的是，咱敢有付出咱的心力去活出基督的形象？咱敢有付出？咱的疼去疼别人，去关心别人。我要讲的是，这段经文伫讲的是使用温数材料的原则，使用恩赐才华的原则问题。我要讲是，咱若是无想讲要去疼别人，从来无去想讲我要努力活出基督的形象。我要讲的是，咱所做的。就亲像即个摕1000箍的萝卜，将钱藏伫涂骹底相共款。我要问咱大家，1000箍藏伫涂骹底有安全无？真安全嘛？5000箍的出去趁5000箍嘛？啊，2000箍出去趁2000箍嘛？啊，1000箍你若待伫土底，啊，你倒来压水，倒来就安那？不言发意生树啊吗？1000箍会安尼吗？1000箍又还是1000箍嘛？我要讲的是，咱的信仰若是无学习去付出，咱就永远袂改变。1000箍代志遐永远是1000箍，但是我要来讲的是真安全，绝对最安全。
代志遐1000块绝对最安全，但是我要讲的是袂改变，永远就是一样。总是即个摕1000块的，伊若是摕1000块出去做生意，伊敢有可能趁1000块倒来？敢有迄个可能？嘛有迄个可能啊！敢有可能做生意投资失败？嘛有可能嘛！啊，总是伊敢有行动？有行动就有改变嘛。就算失败，敢会当学到经验，拢是学习嘛。总是要安怎运用这1000块、5000块、2000块，就在于讲即个萝卜有实在明白伊的主人无。倒来，这就是牧师要讲的第2个重点。主人明白伊的萝卜，所以互伊无共款的所有，总是做萝卜的人，敢有明白伊的主人。照经文讲到，用5000趁5000，用2000趁2000的。主人倒来算数的时阵，因两个拢有去甲主人报告嘛。伊讲你看我倒有趁，结果主人安怎讲？好，倒尽中的萝卜嘛，对无？啊，倒要将愈较济代志交代互因来管理嘛。后壁迄句愈较清楚讲来，你甲主人倒来厝内底安怎？甲我共倒食饭欢喜快乐，总是。迄个摕着1000块的，无去做任何发展的萝卜，来到主人的面头前，伊敢有甲主人回实咧讲，啊，歹势，后拢无去创啥物货，啊，这1000块现面，这萝卜有讲任何歹势实咧的话吗？伊颠倒是讲一寡啥物货，小可答主人责备，还是怪罪主人的话呢？咱来看咱的圣经哦。这萝卜伊并无任何抱歉的态度还是心情哦。伊讲啥物话？伊讲头家，我知影你是严格的人，哦，就是严厉的人，无业种也要收割，无种作也要收成，我真惊，所以将你的资源摕去藏伫涂骹底，等你的资源我要还互你。伊安怎去评论家己的头家、家己的主人？你是一个严格的人，也有无业种要我收割，也有要种作，也要我收成，但我1000块拢无甲你开起来，行哩？这问题转来，这个做头家人，还是讲这个主人，敢真正有这个萝卜讲的遐尼歹吗？敢真正遐尼过分，遮尼无合理，提出这种无业种也要收成，无种作也要收割这种要求吗？这萝卜表达讲，因为伊足惊伊的主人嘛，所以这1000块伊讲做一件代志，或者甲藏起来，或者甲藏起来。伊认为讲安尼做上合理、上安全，主人回来的时阵，我行哩。我要讲的是，咱看咱的圣经内底，当主人交托互伊3个萝卜，你5000。你2000，你1000了后，敢有交代这个萝卜去做啥物代志？无嘛。所以我要问的是，咱看圣经，这个萝卜做有合理无？若讲照理面上来讲，真合理啊。主人也无叫你创啥物货，对无？伊检使看迄2个萝卜，你假熬，摕主人的钱去做生意去投资，真厉害，得趁钱转来。我著创好好就好啊，真合理啊！主人无叫因创啥物货啊。其实这个萝卜对伊的主人的明白是正确的，这个主人确实是你家使有增加，袂使有减少。我就算无互你任何资源，你依然爱有生产。总是这个主人敢真正有遐过分，遮尔无合理，无互这个萝卜任何的资源。一个人，伊若是无信耶稣、无信上帝，你会期待伊去传福音无？逻辑很奇怪吼。一个人伊无信耶稣、无信上帝，你会盼望还是期待伊会去传福音无？敢会？袂嘛？
是安那袂？我要讲的是，你要传福音，你讲是爱先领受福音，你爱先对福音内底来明白耶稣嘛，你爱先对福音内底来得到听嘛，你爱对福音内底通过明白主耶稣基督来知影上帝收赐互咱的恩典嘛。咱减是都爱先经历过福音的好，才会当去向人传福音有偌好。所以我要讲的是，这个主人讲真正像伊这个罗卜讲的遐尼过分，无互这个罗卜任何的资源。反倒过来讲，咱讲是先明白这个福音，听过耶稣的故事，明白上帝了后，较知影讲有传福音的大使命。顺序讲是安尼，敢有人你还袂捌耶稣，袂明白这个信仰，就有人徛伫路边讲。你来去传福音，对无？毋相信你，咱会当礼拜六去做一个实验啊！你去徛伫路边，凊彩求一个人讲，你要去传福音哦。医生想讲你头壳歹去传啥物福音？我都无信耶稣，无信上帝，我是要教你传福音。安尼问题倒转来，坐伫在座各位兄弟姊妹。咱今仔日会坐伫遐，敢毋是因为咱领受福音吗？咱有感受到上帝互咱的听吗？咱有领受到侪恩典啊，对无？咱敢有领受？啊有领受的情形下，上帝毋望你去为伊传福音，安尼敢有过分？安尼敢有过分？过来，牧师要讲第三个重点。第三重点就是要讲分段以及温困，这两种人有啥物款的结局？这个主人听到这个分段的萝卜对伊的评论，讲伊是这严苛的主人，你的要求无合理。结果这个主人安怎来回应？讲对，我就是你讲的迄种人。对，我就是你讲的迄种人。我就是真正迄种。无业种也要收割，我就是迄种人，无种作也要收成。我就是你讲的迄种人，我无互你任何资源，我爱你爱生产，无毋对。总是遮煞这主人后壁都讲一句话，伊讲啥物话？伊讲上至少你爱将钱放伫倒位，放伫倒位来生利息。银行无啦，迄时代无银行啦。钱庄啦，互迄个时代是讲钱庄无银行啦。主人无直接突破罗卜的话啦，主人无直接突破罗卜的话，讲有我互你1000箍，你袂晓发挥。主人无直接甲伊突破，伊只是讲，啊，你会当将我互你的钱放入钱庄来生利息。即句话代表啥物话？这个主人敢有互伊资源？讲真正有遐过分遐歹，无啦。主人有互伊资源对无？这资源是啥物货？就是迄1000箍嘛。咱知影讲，萝卜摕主人的钱出去做生意，趁钱转来，迄钱是啥的？会比做萝卜的吗？犹原是主人的嘛，对无？总是这主人讲来恁啊，甲迄个摕1000箍，伊1000箍来抢过来。将这1000箍要交互迄个有偌济？10千是偌济？就是1万嘛。啊，毋过咱看经文内底奇怪，啊主人着分你5000、你2000、你1000对倒来1万，迄1万是对倒位来？5000得趁5000的嘛，所以伊只有1万嘛。所以原底管理5000的人，即摆管理偌济？1万。管理2000的人，只要管理偌济？4000，啊，管理1000的咧都没有了。啊，原底管理1000要交互上来管理，有1万了。我要讲的是，即个摕到1万的，伊的责任敢有加重？总是主人对伊敢有愈来愈信任，愈来愈想要使用伊。
检察主任会用愈较侪的经验交代互伊管理着无？重点是主人欢喜这个萝卜，常常会叫伊你来甲伊做伙共倒食饭，甲伊欢喜快乐。咱知影讲，主人叫萝卜甲伊共倒食饭，这是应要的代志哦。无主人哪会甲萝卜做伙食饭？我要讲的是，用5000去趁5000，用2000再去趁2000，这是要比喻啥物货？这是要比喻讲一个人的信用、学习的过程，敢有突破，敢有进步，生命敢有得到改变。用5000趁5000，用2000趁2000，要比喻的是这件代志。咱的信用有进步无？有突破无？生命有改变无？当咱信用有进步、有突破的时阵，上帝才会赏赐互咱愈较济嘛，对无？总是迄个提支撑摕去藏起来，是要比拼啥物货？敢有可能人传福音互你，你听着福音了后，好，来开始上课，上硕士课，倒来洗礼，洗了后，就安尼，洗礼了后，就是安尼。无搁追求，无搁想要进步，无搁想要有突破，无搁想要学习，甚至嘛无想讲，无我来付出，我来服侍一个。我要讲的是，这提起身摕去藏起来，就是安尼的经历，真安全对无？1000块趁鱼头壳咧真安全，总是游玩是1000，游玩是1000。可能咱会想讲。有做工无做工，反正我拢有信啊，毋是吗？我有信耶稣啊，我有信上帝啊，我都有信嘛，我无离开即个信仰啊。有做工无做工有差吗？我要讲的是有做工无做工，有付出无付出，在伫咱安那去明白咱的上帝，在伫咱安那明白咱的上帝。咱安那明白咱的上帝，咱就怎样去回应咱的上帝？当咱回应上帝的态度有无共的时，我要讲的是差别就愈来愈大。咱倒来看咱的圣经，耶稣你讲这个比喻的时阵，伊头一句伊讲啥物话？伊讲天国亲像，敢有看到即句？第一句咱的圣经，天国好像啊。天国就好像天国亲像，虽然这个比喻，我知影讲台语汉语本无啦吼，因为台语汉语本的迄个天国亲像是写伫10个在世女的迄个头前啦。因为对原文来讲，迄是同一个系列里讲，所以没有赘语。天国亲像，耶稣讲这段比喻的重点是爱人做好准备。因为伊随时会来带来审判，要甲咱算账，亲像主人相共款。总是我要问的是，天国一定爱等甲耶稣过来审判的时，才会降临吗？天国要等到审判日才会降临吗？天国是啥物货？我有够相信，较早讲对我讲过。这个天，犹太人唔敢直接讲上帝，也是耶和华这个字，所以用天来代替上帝，所以天国或者上帝国。啥物货是上帝国？原文的意思是上帝掌管的所在啦，上帝掌管的所在。我慢慢问过啊，咱有标准答案啊？天国是倒位？心内嘛，咱大家拢会晓讲嘛。说天国毋是一某物所在，是一咱的心内。因为上帝上以爱掌管的是啥物货？咱的人命，咱的性命嘛。反过来讲，是咱的性命爱交互上帝来掌管。咱常常讲，
我想要做事工，我想要侍奉，我想要为着教会来做代志。但是这个顺序所讲的是，咱敢有大心，互上帝掌管咱的生命。咱对咱的上帝明白到偌济？咱讲咱要侍奉，要为教会做代志，要做事工，总是这个顺序。我头寡讲的，咱有行伫天国内底无？我们有进入天国吗？我们有走在上帝的国度吗？讲较白话的，较简单来讲，你有互上帝掌管无？你有认捌你的上帝无？信仰生活毋是讲一直领受，一直领受无付出。信仰生活嘛，毋是讲我要一直付出，一直付出，但是无安静落来读圣经、祈祷甲灵修。信仰生活是两种爱做伙做。你也要侍奉，总是你也爱常常安静伫上帝面头前，通过读圣经、祈祷灵修，你才会使来明白上帝的意思。才会当面对讲家己做的，敢有合伫上帝的心意。耶稣伊在讲即个比喻的时阵，个人哪会讲哦才能，台语讲才调。总是耶稣讲的即个才调，毋是讲吼一个人偌高偌厉害。耶稣讲的即个才调，讲的是咱有偌明白咱的上帝，咱有偌顺服咱的上帝。咱若顺服伫上帝权柄下面，咱就哪会当做出符合上帝心意的代志。咱就愈来愈明白咱的上帝，知影上帝旨意甲心意，心意是啥物？我要讲的是，咱若是毋知，可能咱所做的就亲像迄个摕着1000块的，小共款，照家己的意思将钱安怎？挖一个坑来甲插起来。我咧问一解，经文内底敢有写讲，耶稣主人交互耶路伯，你5000，你2000，1000，交了敢有答应讲因爱去做啥物货？啊是啊，迄个领5000的、领2000的，知影爱去做生意，因为伊了解伊主人爱的是啥物嘛。他知道他的主人要的是什么，所以主人无讲，伊的主人会晓去做。啊是啊，一个家当领1000，主人我头壳歹去，我上济财产交互即个上毋捌我要创啥物货，对无？我无讲白者，你1000嘛，看你当做啥物。各位兄弟姊妹。耶稣还未来进前，拢有机会做改变，咱拢有机会做改变，咱会当照咱目前对信仰的认捌、认知，还是去付出，还是去做工，毋是讲你一下来做啊，足厉害，还是讲这了不起，毋免，你得看教会倒位需要倒帮忙，咱会丢了咱的技术，咱的同工倒位需要倒帮忙，你就讲啊。我甲人斗帮忙啥物？斗，还是去做，还是去做，无讲一下来做啊，足大、足了不起、足厉害的代志，毋免做甲安尼。当咱一面做，咱就知影讲咱的欠缺，咱需要装备的是啥物。当咱一面做的时阵，才会了解讲啊，原来我对上帝认捌还无够。咱就知影讲，通过读圣经、祈祷、灵修，来愈较认捌上帝，嘛知影讲啊，我的想法、我的做法有符合上帝的心意无？当咱一面学习、一面做的时阵，咱的信仰才会进步、有突破，才会改变。所以，当咱后摆看到这段比喻的时，咱毋通将摘掉，一下就想讲哦。我有啥物温书，我有啥物专长，毋是。耶稣讲的摘掉是，你有偌认捌上帝，你有偌认捌你的主人无？你有要顺服你的主人无？
这材料讲的是，你有明白上帝的心意无？若是今仔日无明白上帝，毋知上帝心意的人，咱只有可能就是摕迄1000块的，照咱家己的意思，甚至合理化家己的做法，认为讲安尼做就是对，安尼做就是对。总是咱将来都毋知影上帝的心意是啥物。我今仔日上帝比如伊的话，诚做咱性命的帮助，会当互咱学习，若做好备班来迎接耶稣的到来。咱做来祈祷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我感谢你，通过你的圣经耶稣基督所讲的比喻，今仔日甲阮提醒，咸菜嘛有责备，总是主上帝，你着亲像是阮的老爸相共款，因为你疼你的囝儿是细，所以你愿意责备你的囝、你的查囝。你毋望你的遮个囝儿是细会当成长，会当改变，会当进步，所以你才将你的话授予互阮。总是主，阮人有软弱欠缺的所在，我嘛常常背逆，无要听你的话。主上帝恳求你的神帮助阮，真正互阮有一粒顺服的心，互阮一粒愿意学习的心，来明白主上帝你的旨意。愿主你的神牵阮的手，来学习服侍，学习付出，也牵阮的手来献开圣经，通过祈祷，互信心帮助阮来明白你，知影你的心意。主愿安尼祈祷恳求交托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请咱来吟圣诗第492首。做人我必然的时，请咱起立。请坐，这时来奉献
请建州执事、甲闽州执事。即时咱来看首歌，咱先来念金句，因为伊若有诶，去互伊有春；无诶，连伊所有诶，也要摕伊马太福音25章29节请。因为伊若有诶，要互伊有春；无诶，连伊所有诶，也要摕伊马太福音25章29节。因为伊若有诶，要互因有春；无诶，伊所有诶，也要摕伊马太福音第25章29节。再咱来看首歌第一面，侍奉人员，咱的同工，请咱来注意咱的服侍的时间。周间的主备，请兄弟咱家己来看。第三面小组的主备，也请咱兄弟家己看。奉献的部分，委员请兄弟注意，若有问题的所在，咱的中心来跟进。消息的报告，咱为着这个感恩节主日，请咱孝顺上帝恩典来献上感恩甲奉献。第二，下晡1点，伫点要召开教育部会议，请部员出席。下晡1点半，伫705会议室要召开行政部会议，请部员来出席。请2018年的行政部的部员，这个名单请兄弟咱来注意一下吼。第四，11月25，下晡的5点半，咱要伫会议室召开大楼管理委员会，委员请这咱的同工来准时出席。
下主日中昼后团队部会议，请咱的同工注意。下主日的中昼点半即个伫教会教老要调批主日学的会议，邀请咱这同工老师来出席。教会消息，咱的教会7控1式的即个裤脚的地砖有歹去吼，所以即摆咧更换施工中。请即咱的有聚会地点有一寡更改的所在，请咱兄弟来注意甲配合。第2点就是2018年度上半年度的刑事业，请伫11月26日中昼12点咱来高等的办公室。第3，圣经会考的成绩，请咱来看。咱迄个圣经会考即道考100分的有20个吼，请咱兄弟们看一下，90分有14名。2017年第2摆的即个行业105年行业度的第2摆第2学期奖助学金的审查的结果，请咱的兄弟们注意吼，咱注意一下。第5点就是伫12月2号吼，12月2号吼，咱的下晡5点，咱要伫6楼副堂来举行2017年的新机体的欢迎会。咱邀请咱的中职同工甲新机体，咱的新的朋友，也是今年度新婚的夫妻。甲无队友来参加，请咱的中职同工各区的区长、小组长来配合。第6，2017年幼幼运动会要开始吼，所以请咱注意这报名的时间。第7，国会手册资料，请伫12月17日爱高等的办公室。第8。圣诞节的活动报告，请咱兄弟备办心来共同参与这个庆祝，甲敬献主要所的降临。里面有布置、点灯、点烛、报佳音甲晚会时间，请咱兄弟来注意。消息的报告，新竹中会妇女事工部第77届年会，是伫新竹。调兵12月17，请咱这个同工注意。具体消息就是本会蔡乃平弟兄的阿嬷吼，这个蔡陈蔡成雪玉这个是王厝文调，所以因厝要依照民俗，请咱替这个家属来代祷吼，请代祷家属代祷这个本会就是李兰杰的爸爸简聪慧先生，伫11月17，同款是王主文调，因家属嘛是要依照这个风俗、这个民间的习俗来办理吼，伊要是定伫12月3日，就是伫礼拜日上午要伫殡仪馆来公祭，请咱兄弟为着这2项来代祷，这边咱请老师。各位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历史一只刚有一件代志要提醒：气候的变化，请咱会长辈甲时代，将家己的身体顾好，好无？牧师真关心恁的身体健康。我是讲认真的，请咱的长辈时代，也是讲咱今日是会带做伙，将咱的时代照顾好。身体照顾好，伊气候的变化，真正有当时这段时间接后破病。是按牧师今仔日我目镜，因为我的体质是气象台，是气候变化就有头泡、目睭会上涨、整整啦过敏安尼。
像我即种遐尔少年，都有一寡奇奇怪怪的病情走出来吼。毋嘛，咱真正无输即句话是认真的，请咱将咱的时代照顾好。以上一只做提醒。请咱来吟上演第396首。阿妹双妹归主说好，咱今时煞请牧师来接导。请咱起立。做咱了受上帝的祝福，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天父上帝疼痛，以及信息的相通引带帮助阮，伫阮爷子主耶稣基督第二届再临进前，求主你互阮生命得到改变、进步、更新。愿三位体上帝你恩典，甲阮三家伫地。来引带阮行头前的路途，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请坐。
应该滑倒。咱来行平安礼，即是欢迎即个文文吼，为美国等。咱请去咱厝边的人行平安礼。